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人讲韩信射鸟真出名，讲鸟爱互戆的赢，实在都无影，戆人输甲惊。啊，毋过角度无共，有诶姓跋伊会甲你讲吼，你无学跋筊，一生毋知减赢偌济咧。总是吼，跋筊的俗语，谈台湾内底真济啦。各种一句一句，叫你捡出来研究。头一句咱来讲，缴钱生理好，缴棍是无路。那缴钱，迄落面面正正正到跋筊的，伊头壳绝对无输人。袂输敢若生理好，真正互伊做着生理，绝对往那敢请病得着。啊，那搅棍呢？搅棍就是专门用出骹手、用肩胛、用摆步咧共赢搅迄款人，叫做搅棍。有人讲叫做搅亏仙啦，俗语咧讲搅棍是无路。简单讲，若做人的话，伊真会听啦。做人咧甲两，伊会惊甲屁屁错啦。枕头神讲上界灵性，啊，这有影无？无得去稽考，各种啊都袂晓跋筊你。毋过认真研究。招即个朋友互相，大家来了解俗语，嘛是当作趣味。啊，讲到搅棍，啊，搁一句俗语，讲搅棍毋得搅二运。有迄个拔麻枪呢，三骹要食一骹呢。讲吼，无论伊安怎样拍，你着甲碰；无论伊安怎样拍，你着甲咬，你着甲食，绝对甲度甲，互伊无路通行。咱三个所赢的钱，才摕出来讲基本。结果彼暗搁落冲拔完啦，到尾啊，三个要食一个，煞互迄个赢去。这叫做搅棍，毋得搅二运啦，因为搅。讲起来是相当看重运气，跋筊就是一款运气输赢，机会甲命运，毋则讲搅棍毋得搅二运，这有影，这是跋筊人所讲出来的话就对。啊，总是这个搅吼真歹空，是安那讲歹空？各种你头拄仔咧讲爱跋的人会讲吼，若无学跋筊，一生毋知减赢偌济，你咧共嫌歹空？毋是我咧嫌，俗语较早人就咧讲吼风声傍影，搅风拳头棒。咱知影即句风声傍影，伊咧表面讲吼，有当着啊吼一只沙母，若咬线的人诶，绑甲一只水牛大，若上咬线是啥？2项啦，头一项就是搅跋筊人，第2项就是拳头。当然，各种毋是咧得失者练武术者朋友呢，是俗语话咧讲，迄有诶练拳头吼，练无几工讲吼，我拳头练几落管，已经拍到几个师傅啊？你敢知？咱都毋知，这也无法度比试啊啦，在伊讲诶，拳头棒。啊，若搅就是风，就是靠风声。安怎样风？即摆吼赢淡薄啊，转来就讲吼，哦，我赢万外，事实都赢100外尔。啊，若输片啊懵咧，毋敢讲啊。这我咱一句俗语解笑亏，各种认真记。这俗语册内底无的哦，我特别提出来遮，招你互相研究的。讲赢一只田圆啊，啊若输吼，输一只回轮机。这连解说都毋免啦，简单讲就是讲迄个跋筊人解咬线。我赢，明明赢少，我嘛讲赢济。啊，即摆真正输吼，今日去到搅经，行袂出来啊！因为搅啊，互戆的赢，实在都无影，戆人输甲惊。你甲看有史以来偌济人是输一只飞轮机的就好，毋则讲跋筊的俗语，咱互相来研究，有原来是真趣味啦。